在 SFC 舞团的指定之下，台南大碗巴正式宣布，周年庆为10月31号开跑，会当看到为大楼门口到雷波柜位，拢打出周年庆的优惠方案，要来准备冲业绩。我们台南大圆法周年庆的业绩，加油！ 10月31号到12月4号来举办。当然，我们台南大圆百推出了非常多的优惠。首先，当然在化妆品跟内睡衣部分的话，我们提出了2000送200活动，另外1万再加送500。那如果结合信用卡以及5万送700活动的话，最高回馈超过了20%，我想这是市场上是最高的回馈。那另外，我们针对在周年庆必买的一些家电商品，尤其是在节能的一些补助的部分，那我们也推出1万送1000，累积5000。然后再多累计5万，再多送700的活动，我想这也都是市场上最优惠的一个活动。满1万送500，会当讲是相当优惠。伫活动前4天，阁有大礼包通好领，内面阁有400块的券，加起来回馈900块。另外阁含乖乖6合作，推出对外礼品以外，阁办理联名活动。趁着周年庆有满千送百满压力，消费者爱把握机会，甲平常时会用到的保养品、化妆品、包包、自摆买好食。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。